安提阿教會嘅領袖響聚會中被聖靈感動，要差派巴拿巴同保羅去外地宣教。經過禁食禱告，大家按手響佢哋頭上，差派佢哋出去。保羅同巴拿巴就開始咗佢哋第一次嘅宣教旅程。佢哋帶住馬可向西面出發，響西流基搭船去塞浦路斯，響帕弗遇見一個猶太人，名叫以呂馬，係個術士，又係個假先知。呢個人經常同省長試求保羅來往，試求保羅請保羅同巴拿巴去見佢，想聽上帝嘅道。但係以呂馬從中阻攔，保羅被聖靈充滿，定睛望實以呂馬，直斥佢係魔鬼之子。以呂馬嘅眼睛立刻睇唔到嘢。試求保羅見到，驚訝保羅嘅能力，就歸信咗主。佢哋從帕弗坐船去到龐菲利亞嘅別家，馬可要離開佢哋，返回耶路撒冷。保羅同巴拿巴從別家向北行，去到比西底嘅安提阿，響安息日進入會堂聚會。管會堂嘅人邀請佢哋向會眾說話，保羅就企起身，向會眾講述人嘅罪同基督救贖嘅恩典。聚會完咗，會眾邀請佢哋下個安息日再嚟講道。當時有好多人跟住佢哋就一路勸勉大家。到咗下個安息日，幾乎全城嘅人都嚟聚會，要聽上帝嘅道。猶太人睇到就滿心嫉妒，響聚會入邊反駁同毀謗保羅所講嘅說話。保羅就對佢哋講，上帝嘅道先講俾猶太人聽，原本係應該嘅。如果猶太人唔聽，就唔配得永生，佢哋會轉向外族人傳講。從此佢哋嘅宣教對象亦包括咗外族人，悔改歸主嘅人就更多。主嘅道亦傳遍嗰一帶地方。呢個時候，猶太人挑撥城入邊有錢嘅婦女同有地位嘅人物，逼迫保羅同巴拿巴，將佢哋驅逐出城。保羅同巴拿巴當眾蹬走腳上嘅塵土，起行去以哥念。到咗以哥念，照常進入猶太會堂講道。結果有好多猶太人同希臘人都信咗主。反對佢哋嘅猶太人煽動外族人敵視保羅同巴拿巴。佢哋響當地住咗幾日，靠主放膽講道。主又藉佢哋嘅手施行神蹟。城入面嘅人就分成兩派，一派支持猶太人，一派支持保羅同巴拿巴。支持猶太人嘅外族人同佢哋嘅長官洶湧而嚟，要用石頭打保羅同巴拿巴。佢哋馬上逃走，一直去到呂高尼嘅路斯德同特比兩個城市，繼續傳福音。路斯德城入邊有一個雙腳冇力，一出世就騎腿嘅人。呢個人聽保羅講道嘅時候，保羅見佢有信心可以醫好，就叫佢企起身。嗰個人就企起身行走。大家見到就用呂高尼話大叫，話有神以人嘅外表降臨響佢哋中間。佢哋叫巴拿巴做宙斯，叫保羅做看密士。宙斯同看密士係當地出名嘅神。城外宙斯廟嘅祭司就牽住牛，帶埋花環嚟到，要向佢哋獻祭。保羅同巴拿巴極力解釋，佢哋唔係神，向民眾傳講福音，指上佢哋歸向永生嘅上帝。講完一輪之後，先至勉強阻止到群眾向佢哋獻祭。有啲從安提阿同以哥念嚟嘅猶太人，乘機挑撥群眾，用石頭打保羅。保羅受傷倒地，眾人以為佢死咗，就將佢嘅身體拖到城外。當信徒趕到嚟嘅時候，保羅竟然能夠自己起翻身，負傷行返入城。第二日，保羅同巴拿巴就離開路斯德，去到特比。保羅同巴拿巴響特比繼續傳福音，有好多人信咗主。之後佢哋重返路斯德、以哥念同比西底嘅安提阿，堅固當地信徒嘅心，鼓勵佢哋謹守所信嘅道，提醒佢哋要進入上帝嘅國，必須經歷好多苦難。保羅同巴拿巴向各地教會入邊選立長老，經過禁食禱告，將佢哋交託主。佢哋經過比西底，去到龐菲利亞，響別家講道之後，就去亞大利，再響亞大利坐船，返到差派佢哋出去嘅安提阿教會。保羅同巴拿巴返到教會，就召集會眾，向大家報告上帝藉佢哋所行嘅事，講述上帝點樣為外族人開咗福音嘅門。保羅第一次宣教之旅就係咁樣圓滿結束。